早晨啊，我係 Sam，今日做運動咧依然係做舒緩嘅嚇，做軀幹嘅拉筋幾個動作。嗱，我哋偏前少少坐啦，一樣噶啦。OK 嚇，好，兩隻腳咧就分開少少嚇，保持平衡啦。跟住一隻手咧就扶住張凳啦，另一隻手咧就係揾個手掌咧拍住大髀內側，伸直腰嘅。呢隻手咧同隻腳可以鬥力咁樣，你就會轉咗個身啦，係咪啊？伸直腰嘅時候咧就放鬆啊，同時間會坐穩噶啦嚇。好，跟住靜態伸展半分鐘左右，回翻先。另一隻手輕輕扶住凳，或者你扶實啦，叫做係咪？呢隻手咧就係綁住隻腳，好似鬥力咁樣。然後你嘅身咧就可以做到旋轉啦，心口向邊面就向邊，記得嚇。自然呼吸喎。好啦，做完之後咧翻嚟啦。好 ，OK， 好。跟住一隻手又係扶住張凳啦，跟住另一隻手咧伸高伸直啦。跟住俾一個少少角度斜斜地，上面嗰隻手盡量伸遠啲，下面嗰隻手扶住照顧平衡 ，OK 嚇。好，咁你就會做到咧單側呢個位置咧，尤其是下面呢啲腰部分咧，就會做到個拉筋啦。OK， 好，回翻嚟，放翻低先。另一邊啊喎，扶住，伸直手舉高嚇，跟住俾一個角度佢，少少角度嚇，唔好側晒身。跟住隻手再伸遠少少，咁你就會發覺咧，呢啲位置咧就會拉到啦，係咪？OK， 好得，回翻嚟先，放翻低手下我哋好，跟住兩隻手好似推住咁樣嚇，綁喺個褲頭位置啦，然後咧就挺身啦，咁樣個頭唔使特登學高嘅嚇，總言之挺身啦，深呼吸，唔可以閉氣，記得嚇。OK， 好，放翻鬆舒緩一下 ，OK 嚇，好得，跟住兩隻腳咧就係拍翻埋 ，OK 嚇。好，然後一隻腳咧就伸去前邊伸直，跟住兩隻手指都掂到腳趾公，咁啊最好啦。OK 啊，如果唔得嘅話咧，一隻手扶住大髀，或者一隻手撳住隻腳，跟住去掂都得嘅嚇，相反手都係一樣，都可以。OK 啊，雙手就最好啦。好啦，跟住回翻先，幫隻腳踩翻好，另一隻腳伸直嚇，咬腳掌，跟住兩隻手落去掂到腳趾公。掂唔到唔緊要嚇，一隻手可以扶住啦嚇，或者單手掂，或者呢隻手扶住呢隻手掂都得嚇。佢唔係訓練動作嚟嘅，拉筋嚟嘅嚇，拉筋嚇，靜態伸展嚇，半分鐘左右啦。OK， 好，有時間可以拉耐啲嘅嚇。好，放翻鬆，托翻隻腳，幫翻佢翻嚟，分翻開少少腳先。OK， 深呼吸一下。好 OK 嚇，簡單嘅伸展嚇，做到呢度先嚇。聽朝咧我哋會繼續出片嘅，聽朝繼續10點鐘準時做運動。